下港股最新嘅表現，恒指係升緊156點，報26,083點，成交1309億幾。恒生科技指數升22點，報5640點。最活躍港股，阿里巴巴跌2個4，盈富基金升1毫6，騰訊控股跌5蚊，小米集團升1個3毫2，普普馬特升18個4。南方恒生科技升2仙半，美團升4毫，中芯國際升8毫半，恒生中國企業升6毫8，華虹半導體升9毫。恒生指數期貨即月升104點，成交超過9萬張。內地股市方面，上證綜合指數升26點，深證成分指數升71點。美元匯價：日元155.849，英鎊1.3263，澳元0.6538，歐元1.1604。港元匯價：美元7.7777，每百日元4.9899，歐元9.0249，英鎊10.3154。瑞士法郎9.6788，加元5.5435，澳元5.0842，新西蘭元4.4556，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.97。倫敦黃金每安士報4152.78美元，4153.78美元一安士。本港9九金每兩係38,480蚊。睇埋天氣係非常乾燥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今晚多雲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，離岸間中會吹強風，高地達到烈風程度。而家22度，相對濕度18%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。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